大家好，我係仁慈精靈。我對別人好仁慈同慷慨，對別人嘅要求，我從來唔會因為太忙而拒絕。我好鍾意為別人服務，即使我唔知道同佢哋有冇關係。善良嘅我，經常對他人充滿慷慨、關懷同同情之心。喺交通工具上面見到冇座位嘅婆婆，同學係咪能夠主動讓出座位呢？行街嗰陣遇到賣旗活動，佢哋係咪會主動捐助呢？街市之內，店主唔小心跌咗水果啊，同學係咪能夠主動幫忙執起水果呢？咁你就發現仁慈就係佢最突出嘅性格強項之一啦。不妨多啲由呢啲方面讚賞下佢，鼓勵同學盡情發揮啦。